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国际机场第3航站大楼北边的登机廊，今仔日开始试营运，迎接到第一批旅客。这个后机室挑人的设计，搭配着大片的玻璃，让旅客会当观赏到班机的作业。讲要拼年底进前正式来营运。明亮宽阔，采用开放式的候机区，这就是桃园机场全新的第3航站。 是一行入3航北龙厅，整体视觉采用感觉式的设计，13公尺高的挑人的候机室，搭配规片的玻璃帷幕，让人客等候的计时会当看班机的作业，以外尾毛升级有基本的防水功能，让人客拢学咯。现在比较有国际的感觉了吧？对啊，以前那个天花板那么低，会觉得很压迫。这边的步道我觉得算是蛮方便的。 在移动到比较后面的登机门的时候，也是比较顺畅，会比较快速。北龙厅长有738公尺，新增加第11到18登机门，估计让增加差不多580万人次的容量。不管是出境或入境的旅客，都可以同时看到这个落地玻璃，可以看到提景坪运作的状况。地勤的道路呢加大了，所以是地面的车辆跟飞机会分流，这样子可以让营运的整体效率更好。 第3航试营运的头一天，试行航班包括华航、新武、中营、飞沙坡罗、曼谷3个班机，未来分配嘛以华航、中营、新武8%国际航空为优先，航线北美线、东北亚、东南亚、纽约航线为主。 当然，航班是越来越多哈，我们必须要做压力测试，但是这个是滚动检讨的方式在进行。那每一座空桥我们都会启用，会让它正式的运转，要找到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。 要拼年底前正式加入商台营运，依照官方的进度，3航主体航厦南龙厅甲多功能的大楼，打算伫2027年全面完工启用，时到将为国外门面加添新气象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